慈山寺建築與風水佈局。慈山寺興建計劃自2003年起，歷逾10年，終告圓滿落成。慈山寺以漢傳佛教為本，致力發揚觀音菩薩慈悲、智慧與承擔之精神，借鑒盛唐建築之風格，並緊結合現代科技與創意，設計兼具傳統特色與現代功能之宏法道場。慈山寺嘅地形地勢背山面水，寺廟依山而建，背靠八仙嶺，面向船灣淡水湖，形成背山面水嘅傳統風水格局，寓意安定穩固，前收黃水，後有靠山。地勢開闊，寺院所在嘅平緩山坡，地勢開闊，視野遼闊，有利於納氣聚福，營造祥和安寧嘅氛圍。東區以戶外觀音立像核心，兩側栽18圍棵古羅漢松，至觀音殿形成自然附屬線。慈山寺嘅建築佈局。慈山寺嘅建築佈局巧妙地融合咗傳統與現代元素，並充分考慮咗風水原則。主體建築包括大雄寶殿、觀音殿、地藏殿等，佈局嚴謹，氣勢恢宏。寺廟建築嘅設計唔單止注重功能性，更注重同周圍環境嘅協調統一，力求營造一個莊嚴肅穆、正祥和嘅修行環境。慈山寺嘅建築佈置，中軸對稱寺院建築以中軸線中心，左右對稱，符為合傳統風水。中軸佈局回廊婉轉，曲徑通幽，依自然環境佈局。山門、彌勒殿、大雄寶殿均坐落於主中軸線上，具傳統寺廟均衡對稱之美。層層遞進各殿宇，依山勢級門，逐層遞進，高低錯落，形成步步高升嘅視覺效果。中軸線依次為山門、彌勒殿及大雄寶殿，層層進深。建築風格，寺院建築融合咗中國傳統建築風格，借鑑盛唐建築之風格，並緊結合現代科技與創意現代元素，簡潔明快，莊嚴肅穆。殿宇與塔樓嘅佈局，大雄寶殿、慈山寺嘅主體建築供奉釋迦牟尼佛，係信眾禮佛修行嘅重要場所。彌勒殿亦都稱天王殿，殿中供奉嘅主尊天官為彌勒，意指菩薩之最高位，等覺菩薩。彌勒菩薩作為等覺菩薩，將繼承釋迦牟尼佛，並成娑婆世界嘅未來佛。觀音立像供奉觀音菩薩，供信眾供奉香火，祈福消災，祈求平安健康。園林景觀嘅設計植被豐富，寺院園林植被富豐，以松柏、竹林、荷花等象，指長壽、堅韌清靜。山石疊置，山石疊置錯落有致，形成自然景觀，體現借景嘅造園手法。水係佈置寺院內設有小橋流水，以水為媒介，營造靜來祥和嘅氛圍。水係與綠化嘅運用，水為財，亦主治水，代表財富，亦主智慧、靈動、生生不息。綠化環抱群山與茂密綠化植物環繞寺院，形成藏風聚氣嘅效果，帶嚟祥和安寧嘅氣場。山環水抱，自然融合，水係與綠化相互融合，營造自然和諧嘅環境，促進身心靈健康。結語與展望，
慈山寺嘅風水佈局體現咗傳統文化同埋佛教為理念嘅完美結合，眾生提供咗一個修行悟道、修持身心靈、感受大自然與淨土之地。期待慈山寺未來繼續弘揚佛法，為更多人帶來福祉。